来继续来考，这个高雄的南马坑有一间幼稚园，互家长来指控，讲4岁后生食饭有卡慢，一个查某老师竟然拿迄个铁汤匙啊来卡后生的喙，甲后生是卡甲这个头前的喙齿拢卡断。后生倒来到厝是惊到半暝咧困拢会颔面，家长是唔敢阁去咯。除了有这个老师之外，嘛甲囡仔来转学。幼稚园是出面来道歉，讲已经甲迄个老师来改聘，教育局嘛已经介入调查。他敲嘴巴。监视器翕到这个女老师摕物件，讲这个查甫囡仔，一个囡仔疼甲嘴嗡咧，一直哭。对啊，你看，还给他脱下来。尾手这个老师出来将这个囡仔位椅仔顶上咧拖走，因为这个囡仔情绪已经长去伫老岁啊。转去了，家长一个发现去一个去派出所甲告。自己讲了，说是老师拿汤勺敲他的嘴巴、牙齿。这是高雄南马坑一间幼稚园，有家长指控讲，因为一个4岁查甫囡仔食物件卡慢尔，老师就情绪失控，做出无妥当行为。代志发生后，嘛有其他家长跳出来讲，伊的囡仔嘛捌互共一个老师带过，想袂到会拄到这款代志。老师蹲在那边要帮他换尿布，可是奇怪的是，他尿布拿在手上，裤子拿在手上，可是却都没有在帮他处理，他就这样10分钟把我儿子晾在。针对家长的指控，园方赶紧出面回息的，已经将这个老师辞掉啊。社会大众还有家长再一次说声对不起啦，我们会尽量的配合有关单位的调查。对于不当对待幼儿的事件，将依《幼儿教育及照顾法》第51条的规定，视情节的轻重，处以减招、停招或者是停办的处分。园方表示讲，未推卸责任，嘛诚心诚意要找家长解决。不过发生这款代志，恐今日囡仔的小小心灵内已经造成无法度去除的阴影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